可以批評我哋手法，唔緊要，但唔好講到話出賣嗰個字眼，呢個係我最介意。Hello， 尋日立法會審男士侍產假，否決7日出足全薪嘅修訂案，得3日假之餘，僱員淨係收得4/5嘅人工，仲衰過非洲國家烏干達同埋肯亞。而一向聲稱捍衛工人權益嘅工聯會議員有列席，但係冇投票喎。網民翻查2012年立法會選舉嘅時候，黃國健同埋黃國興都用7日男士有薪侍產假作為政綱，佢哋尋日唔投票就俾網民譴責佢哋出賣選民利益，但係陳婉嫻仲好唔滿意喎，做得出但係唔講得啊！其實工聯會喺關鍵時候出賣選民都唔係第一次㗎啦。工聯會嘅鄭耀棠喺97回歸之後支持廢除僱員代表權同埋集體談判權嘅條例，近地啊！上年陳婉嫻反對港視發牌，就算320人因此而失業都唔理啊！網民就話選舉承諾呢啲係呃啲盲毛㗎咋。工聯會呢啲叫做可持續爭取，今日爭到3日，遲下爭多1日，爭到2046應該就有7日㗎啦。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啊嘛！咁多位工人俾工聯會再次出賣，下一次仲會唔會投票俾佢哋啊？亦都有其他人就話工聯會係衰，但係最大嘅問題在於政府有乜理由話議會通過修訂就撤回草案㗎？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